全國嘅力量去鎮壓佢哋，傾全國之力去鎮壓咧，就點到咩程度咧？甚至收買外國嘅媒體去摸黑法輪功同埋咧將好多法輪功被迫害嘅信息咧全部封鎖。所以點解呢個世界上喺關於法輪功被迫害嘅報導咧唔係多就係因為咧佢封鎖呢啲消息，同埋咧佢用錢去收買外國嘅媒體，好多媒體睇錢份上就少講句關於法輪功嘅鎮壓同埋迫害嘅事所以咧呢個咧亦都係一個以後習近平接班人嘅一個挑戰嚟㗎，因為你接咗班之後，你知道中國而家係一個爛攤子，共產黨經濟一蹶不振不斷咁下滑呢個失業率不斷咁提高升高，喺外交上極端孤立，同美國嘅關係越嚟越惡化等等另外咧，民間不斷出現抗議活動，官逼民反係嘛共產黨係會慢慢大失民心，佢對於人民嘅欺騙咧，遲早會俾人哋揭穿，已經被揭穿咗好多㗎啦，但係以後咧會更多。喺呢個時候咧，佢如果要做接班咧，唔係淨係咁簡單，你一定要改變咁最好嘅改變咧，就係剛才我講嘅，好似戈爾巴喬夫咁樣，宣布解體共產黨吊銷共產黨，取消共產黨，同埋呢要採取一系列嘅重大嘅平反行動平反6·4大屠殺，平反鎮壓法輪功等等咁咧就呢個新嘅政黨或者新嘅政權咧，先有希望可以坐得穩同埋一定要宣布咧取消黨禁要進行呢個多黨制一步一步走向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係咁其實咧係呢個啱先講到啦，呢個中共咧係即係收買海外嗰啲媒體啦，甚至係攻擊呢個晨運啦，因為晨運佢係即係話係以一個傳統舞蹈嘅形式噶嘛，喺全世界巡演噶嘛，咁佢就收買嗰啲國外啲媒體就去抹黑喎，咁佢點解係要咁樣針對呢個晨運咧？咁好簡單，因為晨運第一，晨運係法輪功學員創建嘅咁佢因為唔中意法輪功咁，所以法輪功做嘅一切佢哋都要打擊㗎啦咁等於佢打擊呢個大紀元時報一樣嘅啫咁另外咧，晨運咧佢嘅宗旨係要復興中國嘅傳統文化，而共產黨係唔中意中國嘅傳統文化，佢為咗老百姓，佢有時話我哋都要宣揚傳統文化，但係佢宣揚嘅傳統文化唔係真正嘅中國傳統文化佢着住唐朝嘅服裝喺舞台上跳一跳舞，咁就係叫做宣揚傳統文化咩？唔係因為唐朝嘅唐裝唐服只係中國傳統文化裏面嘅極少嘅一部分。最重要嘅係咩？最重要係中國傳統文化裏邊嘅各種各樣嘅思想同埋學說孔子儒家嘅學說老子嘅道家嘅學說，佛祖嘅學說，呢啲先係中國傳統文化嘅精華。咁簡單嚟講咧，就係不論你係呢個儒佛道三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共同點，就係咩咧？大家都係敬神重德大家都係尊重神靈嘅相信呢個世界係有神嘅，同埋咧係非常重視道德嘅。呢啲就係共產黨最唔中意嘅所以咧佢哋一定要打擊一個想復興敬神重德文化嘅晨運，就係咁簡單因為大家如果晨運好成功等好多人都知道中國傳統文化係非常好大家都開始重德大家都開始尊敬神靈，咁咧共產黨就冇藏身之地㗎啦
而家因為點解共產黨將中國人搞得咁衰啊？就係因為你將中國人嘅道德敗壞咗之後咧，咁你就好容易去收買佢啊，呃佢，氹佢，威脅佢。當一個人冇道德嘅時候，你就會做呢啲咁嘅事啊！因為為咗錢，你幫人哋去做壞事；因為受唔到壓力你就去幫人哋做壞事啊！我成日都講過，中國古人描寫一個好人係點啊？富貴不仁，貧賤不義，威武不屈啊！而共產黨係唔想咁嘅，共產黨唔想中國人咧按照傳統嘅文化成為一個富貴不仁、貧賤不義、威武不屈嘅人啊！所以共產黨冇錯，共產黨統治咗76年嘅中國之後咧，中國大陸係非常多富貴必仁、貧賤必義、威武必屈嘅人，呢啲就係共產黨要嘅。但係咧，其實佢係毒害無數嘅中國人，害死無數嘅中國人。因為做壞人做一個威武必屈富貴必仁呢種人咧，係上天唔容許嘅，係天理不容。所以其實喺度害緊千千萬萬嘅中國人。冇錯，最近咧唔信知唔知道？最近即係出嗰啲新聞啊，就係話咧就嗰啲大陸嗰啲不管中學生亦好，大學生亦好，好多係感染呢個艾滋病，咁啲家長都係即係痛心疾首啊！即係唔知呢啲病係點嚟嘅喎？點會染上呢啲病嘅喎？即係就係同呢個淫亂有關咯，係咪咁啊？當然係啦，呢個唔需要話咩分析㗎啦，呢個全世界嘅醫學界都知道㗎。淫亂就係會造成呢個艾滋病嘅蔓延，呢個艾滋病同埋中共咧特別係歡迎嗰啲非洲嘅所謂嘅留學生喎。係我啱啱就係想講咧。艾滋病咧係起源於非洲因為非洲咧有個別嘅呢啲民族或者部落佢哋係對於呢個淫亂咧，佢哋唔認為係淫亂嚟嘅，佢係以淫亂為常事結果咧所以咧上帝就要懲罰佢哋嘅，所以首先發現艾滋病嘅係喺非洲嚟好多人因為佢哋係亂性同埋呢個淫亂，所以造成咁。咁後來咧仲一路咁當然啦，非洲有啲國家係艾滋病係非常非常嚴重嘅。咁如果呢啲國家嘅留學生因為中共要拉攏嗰啲歐洲國家喺聯合國投佢一票啊嘛。咁所以咧就特別歡迎嗰啲非洲國家嘅留學生，咁仲歡迎到咩咧？唔單單話俾佢哋獎學金嗰啲，仲要要中國啲女學生去陪佢哋陪讀書咁大家都明白㗎啦。呢一個年輕嘅男仔喺非洲嘅男仔，有兩三個中國嘅女學生係陪喺校方嘅指使之下去陪讀，咁肯定就會出現呢個淫亂嘅事情啦。咁所以咧就艾滋病就會蔓延得好快係啊，所以啲中共咧根本就唔將啲老百姓嘅命咧係作為命，佢哋唔珍惜老百姓嘅生命。當然啦，佢哋淨係珍惜佢自己嘅生命，同埋佢家人啦，或者有啲尤其是佢手上嘅權力。我一開始咪講啦，共產黨嘅一個特性，共產黨員嘅特性就係視權如命好，咁好就多謝阿吳生，咁我哋下次再見。好嘅，好，多謝你，拜拜。拜拜。